奶油風唔係淨得個睇字，要睇得又用得，細節先係關鍵。一齊睇下今次我哋幫洪水橋會都嘅業主設計咗啲咩啦。呢個會都兩房單位實用面積係431尺，有2個人住。客人偏好簡約嘅奶油風，最主要係要求翻需要一啲唔落塵嘅大量收納設計。一打開門就見到用淺灰色同埋米白色做主調，玄關鞋櫃嘅旁邊呢就好貼心咁樣預留咗一個小座位，方便大家係出行換鞋。而櫃邊特別用咗大圓弧嘅設計，咁家裏有老有細呢都安全得多啊！另外仲預留咗空間電掣位，俾屋主呢係擺放翻吸塵機同埋去充電嘅。我哋行到去呢邊就係發展商附有嘅開放式廚房，收納位置唔算好多，咁所以我哋就順延出去啦，設計咗多一個嘅餐邊櫃去用，可以多啲嘅空間呢去收納翻餐具、廚具同埋一啲嘅日用品。而轉角位呢亦都係有圓弧嘅設計，咁就唔需要擔心係出入走廊嘅時候會撞到啦。我哋依家過嚟睇下客廳嘅電視組合櫃啦，咁係用翻一個內嵌式嘅設計同埋 LED 嘅燈條去補光。咁喺電視四邊呢亦都有唔同間隔嘅收納空間，利用玻璃層櫃同埋開放式嘅層架就可以增添翻一啲嘅通透感。你見到咁大組櫃望落去呢，亦都唔會話有啲壓迫感噶。好啦，終於嚟到主人房啦！一入去呢，就會見到一個到頂嘅大衣櫃啊，咁入邊呢係內有乾坤喎。我哋不但係設計咗一個超慳位嘅推拉式伸縮鏡，仲設計咗個收納架，可以擺到呔啦、皮帶、頸巾等等嘅配飾。係用盡晒櫃門後邊嘅空間啊！另外，我哋都為客人設計咗雙人嘅油壓床，可以擺到唔常用嘅換季衣物、行李箱等等。咁床邊亦都有燈帶，夜晚上落床嘅時候呢，就可以清楚咁睇到條路啦。而床頭除咗有置物架、電掣位去放手機插電之外，就連軟枕個位呢，亦都可以拉開，有隱藏嘅收納空間。咁隔籬呢，就係今次客人嘅專屬梳妝台，不但有層架、櫃桶等等可以擺放護膚品。咁而呢個鏡櫃呢，亦都可以打開，放到唔少嘅化妝品同埋面膜噶。咁台面位呢，亦都有走線位，想用風筒啊、電髮夾啊、美容儀等等嘅小家電嘅時候呢，就唔需要話驚啲電線飛晒出嚟啦。而且我哋呢邊呢，亦都係考慮得好仔細，咁將呢個邊位呢係做埋圓角嘅設計，咁上落床嘅時候呢，就唔會撞到啦。最後到咗客房，我哋做咗一張單人床連書台一體化嘅設計，咁變相就可以減少一個書台腳，可以做多一個床底嘅櫃桶去用。而床頭呢，亦都係加裝咗一個軟枕，咁書台呢，就用咗圓角設計，減少翻撞傷嘅機會。千祈唔好睇小呢張書台細啊，其實可以擺到一個大嘅電腦屏幕，同埋一部嘅 laptop， 亦都非常夠位。咁再加裝咗 LED 燈同埋去補光，同時滿足工作同埋學習需要，真正呢係將空間運用到極致啊！真正嘅設計呢，唔係單單睇風格，最重要呢係理解客人對生活嘅需求。我哋不但只幫你考慮安全性、實用性嘅設計，亦都會協助你睇每一件嘅板材、每一件嘅五金用料，確保你每一分錢係睇得到，亦都用得到。想體驗呢份嘅舒適感，即刻 WhatsApp 我哋預約你嘅專屬諮詢啦！